果您已经年过60，并且感觉体力一天比一天衰退，肌肉似乎正在逐渐消失，请注意，这不仅仅是因为变老而已，这背后隐藏住一个更危险但几乎没人提及的生理机制。每天晚上当您熟睡时，您的身体会进入一种称为异化代谢 （catabolic breakdown） 的状态，也就是说，您的肌肉正在被身体当作燃料吃掉。在医学上，这种情况被称为肌少症 （sarcopenia）， 这并不罕见。事实上，在60岁以上的族群中，有超过45%的人深受其害。最糟糕的是，您可能没有给予身体唯一需要的东西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试想一下，谁最乐见这种情况？当然是保健食品业者，他们不断推销昂贵的高蛋白粉、氨基酸配方和各种来路不明的药丸，却故意忽略了一种简单、有效且只需花费铜板价的天然食物。事实上，99%的长辈都不知道这种食物的存在。我们谈论的是能让夜间肌肉蛋白质合成率提升32%的关键。这就是醒来时变得更强壮与醒来时变得更虚弱之间的巨大差异。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进食的时间点与吃什么一样重要。而在这份清单中排名第一的食物，如果在睡前30分钟准确使用的话，竟能让肌肉生长效率提高40%。这不是什么昂贵的补品或神奇药粉，而是您家厨房里可能现成就有东西。接下来我们将揭晓7种能够立即阻止与年龄相关肌肉流失的特定食物。每一种食物背后都有扎实的数据、真实的研究支持，并且非常容易融入您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开始之前，欢迎各位关注健康的观众朋友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年龄以及您来自台湾的哪个县市，我们会仔细阅读并回复每一则留言。现在话不多说，让我们从第7名开始。千万别因为它排在第7名就小看它。这项食物看似简单，但却能防止您的肌肉在夜间凭空消失。第7名，茅屋起司 （cottage cheese）。这种朴实的白色起司可能是所有夜间增肌秘诀中最经济惠的选择。茅屋起司是天然酪蛋白 （casein） 最丰富的来源之一，这与希腊优格中发现的缓慢消化蛋白质相同。但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天然含有高量的白氨酸滤芯，这是一种能直接向肌肉发出修复与生长讯号的氨基酸。白氨酸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因为老化的肌肉细胞会对正常的蛋白质讯号产生抵抗力，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为同化阻抗 （anabolic resistance）。茅屋起司有完美的白氨酸与酪蛋白比例，能帮助身体克服这种阻抗。简单来说，即使您的身体倾向于让肌肉萎缩，这种起司也会命令肌肉继续生长。2023年发表在《营养与老化 Nutrients and Aging》期刊上的研究发现，睡前摄取40克茅屋起司的长者，在完全没有改变运动习惯的情况下，短短10周内腿部肌肉厚度就增加了 7.8%。要让这方法发挥作用，请在睡前30到60分钟使用3到4大汤匙的全脂茅屋起司。如果您喜欢甜味，可以加入几块凤梨或切片草莓，但请务必避免使用人工代糖，因为那会破坏肠道菌群并降低蛋白质的吸收率。这里有个内行人才知道的秘诀，大多数人都是从冰箱拿出来直接冷住吃，但其实只要放进微波炉稍微加热10秒钟，就能让蛋白质结构放松，使其更容易消化，并提高氨基酸的吸收率。这是一个微小的技巧，
但研究显示，温热的乳制品能将酪蛋白的利用效率提高12%。让我们来看看住在新北市板桥区的陈伯武的例子。67岁的他是一位退休的公车技师，去年退休后，他发现自己爬楼梯时大腿常常像灌了铅一样无力。医生警告他有肌少症的风险，并建议补充高蛋白，但那些产品却让他肠胃不适。于是他尝试每晚睡前吃毛乌起司配凤梨。12周后，他的大腿围增加了2.3公分，而且他表示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可以不扶扶手就走上3楼。接下来第6名是一种大多数医生都会忽略，但却能在睡眠中模拟天然增肌荷尔蒙的食物。第6名，酸樱桃汁 Turtle Cherry Juice。 酸樱桃汁听起来可能不像是有助于肌肉健康的选择，但它却是保护睡眠中肌肉最强大的工具之一。问题在于，随着年龄增长，即使是轻微的活动，肌肉中也会累积发炎反应。这种发炎本意是为了帮助愈合，但如果持续太久，实际上会开始破坏肌肉纤维。而夜间正是这种损害隐形发作的时候。许多常被醒来时感到酸痛或僵硬，常误以为只是变老了，其实不然，这是慢性肌肉发炎。而酸樱桃是少数经证实能在夜间针对性解决此问题的天然方案之一。酸樱桃富含花青素 anthocyanins， 这是一种能降低发炎、氧化压力以及皮质醇 cortisol 水平的化合物。皮质醇是您的压力和耳蒙，会在睡眠品质不佳时升高，进而分解肌肉组织。酸樱桃汁不仅能降低皮质醇，还能提升褪黑激素 melatonin， 也就是您的睡耳蒙，这使其成为极少数既能对抗肌肉流失，亦能改善睡眠品质的食物。2022年发表在《睡眠与恢复》期刊 Journal of Sleep and Recovery 的一项研究发现，60岁以上的成年人在睡前饮用8盎司约240毫升的酸樱桃汁，14天后睡眠效率提高了17%，并且晨间肌肉酸痛感减少了25%，更多的睡眠，更少的发炎，更强壮的肌肉。这一切都源自于这一杯果汁。想尝试的话，请在睡前约1小时饮用半杯或4盎司约120毫升的无糖酸樱桃浓缩汁。切记必须是酸樱桃品种，而非一般的甜樱桃或混合果汁，因为后者的花青素含量远远不足。同时要避免含有添加糖的品牌，因为糖分会抵消抗发炎的效果。这里有个隐藏的关键，大多数人喝的时间太早了。褪黑激素的浓度在摄入后90分钟达到高峰，这意味住晚餐时喝是没用的。您需要在吃完最后一餐后，最好是在接近空腹的状态下饮用，以最大化吸收效果。住在台中的林阿姨76岁，是一位退休护理师。多年的夜班工作让她的睡眠变得支离破碎，双腿也经常感到沉重。她开始在每晚刷牙前喝酸樱桃汁，仅仅10天内，她就报告说可以一觉到天亮，醒来时也不再感到僵硬。他的晨间活动能力测试时间从14.7秒进步到11.2秒，这对于降低跌倒风险来说是一个显著的改善。如果酸樱桃汁能解决发炎问题，那么清单上的下一个项目则能做到更重要的事情，它能模拟体内最强大的肌肉保留荷尔蒙。第5名，鸡蛋，但吃法跟你想的不一样。
大多数常辈都被告知鸡蛋是极佳的蛋白质来源，这没错。但令人震惊的是，如果吃错了方式，特别是在睡前鸡蛋，实际上可能会阻碍夜间的肌肉修复。让我解释一下，鸡蛋含有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触发肌肉蛋白质合成的白氨酸。但是当您过度烹煮蛋黄时，胆固醇的结构会发生改变，而这种胆固醇对于制造异固酮 testosterone 和生长激素 growth hormone 至关重要。这2种荷尔蒙会在深层睡眠期间自然飙升，帮助修复老化的肌肉。如果没有这个高峰，即使您吃了足够的蛋白质，身体也无法适当地再生肌肉纤维。2021年一项发表在《代谢与长寿》Metabolism Longevity 的临床试验发现，在睡前45分钟食用蛋黄完好未过熟的半熟蛋、溏心蛋的长者，其夜间异固酮水平比食用全熟未煮蛋或炒蛋的人高出 32%， 血液中的肌肉修复标记也多了 21%， 修复标记也多了 2%。 要正确执行这一点，请将2颗鸡蛋水煮准确控制在6:33秒，这样能保持蛋黄呈现流动状，但安全可食。养在睡前30到45分钟食用，最好撒上一点富含矿物质的玫瑰盐。您可以搭配1小片全麦吐司或1片酪梨，以利碳水化合物缓慢释放，帮助将氨基酸输送进肌肉中。这里的关键真相是，大多数人都在早上吃蛋，但过了60岁后，您的身体并不是在早餐时制造肌肉，而是在深层睡眠期间。晚上吃蛋正是给予身体在重建时所需的原料。早餐吃蛋可能提供能量，但睡前吃蛋是为了修复。来自台南的张爷爷70岁，是一位退休的消防员。年轻时，他拥有强壮的手臂，但最近发现3头肌正在萎缩。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异固酮偏低，但张爷爷拒绝接受荷尔蒙疗法。相反地，他开始在睡前吃2颗加海盐的半熟蛋。3个月内，他的异固酮指数从276上升到421英吉利亚，而且在没有举起任何哑铃的情况下，他的手臂围竟然增加了近1英寸。接下来的第4名并不是食物，但如果您不将它与睡前餐点结合，将会损失一半的好处。第4名，富含镁的矿泉水。这虽然不是食物，但若少了它，您的睡前营养补充可能只做了一半的功课。富含镁的矿泉水是大多数长辈肌肉修复程序中缺失的一环。原因如下：肌肉修复不仅仅依赖蛋白质，您的身体还需要矿物质来将营养输送到细胞中，并让肌肉在收缩之间得以放松。如果镁摄取不足，您的肌肉会保持紧绷、受压和发炎状态，吃进去的蛋白质也会被浪费掉。更糟糕的是，低镁会导致睡眠品质低落，打断触发夜间肌肉生长的荷尔蒙波动。重点来了，研究显示超过 70% 的长者缺乏镁，特别是如果他们正在服用降血压药、质子帮谱抑制剂、常见的维药如欧美帕唑或利尿剂。这意味着即使您吃了正确的蛋白质，您的肌肉也无法正确利用它。2021年，研究人员在《肌肉健康与老化》期刊 Journal of Muscular Health and Aging 发表报告指出，睡前饮用富含镁的矿泉水的长者，深层睡眠时间增加了 24%， 并且在短短30天内肌肉力量评分提高了 18%。 这一切都在没有改变饮食的情况下发生。若要今天就开始应用，请将您平常喝的水换成标签上注明每公升至少含有100毫克镁的矿泉水品牌，例如 Chirostine、San Pellegrino 或 Hepar 等。在睡前30分钟喝一杯
约250毫升。切记不要搭配油腻的大餐，因为脂肪会降低40%的镁吸收率。请记住，镁定可能会刺激胃部，且通常是吸收率较差的形式，如氧化镁，但水溶性的镁吸收更快、更完全，特别是在夜间补水窗口期。除非医生另有建议，否则请尽量选择液体而非丸。住在台北的王奶奶69岁，是一位退休图书馆员。她晚上经常因为腿部抽筋和肌肉跳动而痛醒。家庭医师发现她的镁浓度仅为 1.4 mg/d， 刚好在缺乏边缘。她开始在晚茶后饮用300毫升的高镁矿泉水，10天内抽筋停止了。30天内，他在没有额外训练的情况下，腿部推蹬测试的成绩从60磅、78磅，现在来到第3名，这是我们稍早预告过的。它口感绵密，令人满足，而且根据一项惊人的研究，它能让您的夜间肌肉构建速度翻倍。第3名，瑞可塔起司 （Ricotta Cheese）。瑞可塔起司看起来像是意大利面的配料或甜点原料，但这种软质起司隐藏住大多数医生从未提及的秘密。它能模拟肌肉生长荷尔蒙，并提供夜间蛋白质激增，对老年人效果惊人。瑞可塔起司富含乳清蛋白、胃和酪蛋白 casein， 这是完美的蛋白质双人组。乳清蛋白能提供快速的氨基酸高峰，而酪蛋白则能缓慢地滋养肌肉。但让瑞可塔起司与众不同的是它天然的生物活性胜肽 bioactive peptides 平衡。这些蛋白质片段会向身体发出讯号，要求在深层睡眠期间释放更多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EFE， 这是构建新肌肉细胞的关键荷尔蒙。问题在于，长者通常EFE水平较低，特别是那些缺乏活动或服用特定药物的人。瑞可塔起司透过天然食物填补了这个荷尔蒙缺口，无需注射或合成荷尔蒙。在2023年发表于临床老年医学期刊 Journal of Clinical Gerontology 的一项试验中，65岁以上的成年人睡前食用100克瑞可塔起司，仅8周后，夜间肌肉蛋白质合成增加了 48%， E水平上升了 22%，E 水平上升了 22%。 为了达到效果，请在睡前45分钟食用约半杯100克的全脂瑞可塔起司。为了增添风味，可以加入少许醇香草精或淋上1茶匙生蜂蜜，不要超过1茶匙。请避免购买含有淀粉或胶质等填充物的是瘦瑞可塔，这些会干扰消化。令人惊讶的真相是，瑞可塔起司需要脂肪来活化其胜肽，这就是为什么低脂或脱脂版本无法提供相同的结果。全脂瑞可塔不仅味道更好，还能提供60岁后身体迫切需要的荷尔蒙益处。住在新竹的刘伯伯，74岁，是一位退休的水电师傅。好几年来，他拿过最重的东西大概就是他的咖啡杯。在看了一场关于 EFE 与老化的讲座后，他在晚间点心中加入了100克全脂瑞可塔起司。6周内，他的血液 EDF 浓度从98 mg 上升到127 mg， 回到了适合他年龄的最佳范围。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跑步机上不间断行走的耐力从8分钟增加到了15分钟。做好准备，下一个项目非常有效，甚至正被研究作为卧床长者物理治疗的替代方案。
第二名，天贝 （tempeh），它看起来像是一块奇怪的豆砖，但天贝这种发酵黄豆制品是长者最容易忽视的夜间肌肉救星之一。核心问题在于，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消化和吸收植物性蛋白质的效率变差。大多数长辈晚上尝试吃豆腐或扁豆等素食选择时，无法获得足够的生物可利用氨基酸进入血液，这就是天贝改变局面的地方。它是天然发酵的，这意味着蛋白质已经被健康的细菌预先消化了，即使消化系统较慢，也能轻松吸收。更重要的是，天贝含有极高的精氨酸阿地宁，这是一种能促进肌肉血液流动的氨基酸。血流量增加意味着睡眠期间能输送更多营养，这使得肌肉修复更深层、更完整，即使是对于不活动或正在伤后复原的人也是如此。2022年植物性肌肉健康期刊 Journal of Plant-Based Muscular Health 的研究人员对64位以上的长者进行研究，睡前食用100克天贝的那一组下肢力量提高了31%，并且报告显示，与食用豆腐的对照组相比，肌肉酸痛的恢复速度明显更快。那么现在该如何食用呢？请在睡前约1小时吃3到4片薄切的嫩煎天贝，用橄榄油平底锅煎，每面约3分钟，撒上一点海盐和百里香。您希望它是温热的，但不要煎到焦脆，过度加热会破坏有助于吸收的活性酵素。关键的隐藏真相是，大多数人直接从包装拿出来吃，或是把它浸泡在酱汁中，这会杀死有益的发酵效果。为了保留其增肌能力，必须温和加热，并单独食用或仅搭配少许健康油脂。来自宜兰的吴女士，68岁，是一位瑜伽老师。在脚踝骨折后，医生告诉她要休养6周，不能负重。她很担心腿部力量流失。一位营养师建议她晚上吃天贝，她开始搭配清蒸菠菜和柠檬一起食用。6周后，他回到课堂上，并惊讶地发现他的单脚平衡时间从17秒进步到26秒，甚至比受伤前还要强壮。现在我们来到了第1名，这是针对60岁以上长者最强大的肌肉保护食物。它在您睡眠时运作，重建老化所破坏的组织，而大多数医生甚至从未提及过。第1名，瑞士气丝 Swiss cheese， 就是它的预防夜间肌肉流失的第1名食物，结果可能会让您震惊。那块充满孔洞的起司，实际上是科学家发现最强大的夜间肌肉保存者。这不是什么奇怪的流行偏方，这是由多项同行评审研究支持的事实。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当受试者在睡前食用瑞士起司时，他们的夜间肌肉蛋白质合成增加了，夜蛋白质合成增了43%。这几乎是大多数高蛋白补充品效果的2倍。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瑞士起司的效果比如清蛋白奶昔、酪蛋白粉甚至其他乳制品都还要好。研究人员起初不敢相信，直到他们找出了原因。瑞士起司含有所有天然食物中浓度最高的白氨酸 Leucine， 每盎司高达 2.8 克。白氨酸是字面上能够在体内开启肌肉构建开关的氨基酸，它会激活一种称为 mTOR 的机制，这基本上就是肌肉的生长按钮。您的身体对天然食物的辨识度
与分离出的营养素不同。但瑞士起司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那些孔洞，这些孔洞是由细菌在熟成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种称为丙酸 propionic acid 的物质。捷克科学院的研究发现，丙酸能使睡眠期间的生长激素释放增加 28%。生长激素是身体主要的肌肉构建荷尔蒙，并在睡眠时达到高峰。瑞士起司实际上是在增强您身体自身的肌肉构建机制。此外，熟成过程还会产生维生素 Ca， 特别是 MK4 形式。1盎司熟成的瑞士起司含有32微克的 Ca。这种维生素能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它帮助将钙质产进您的肌肉和骨骼，而不是堆积在动脉中。更重要的是，对于肌肉保存而言，Ca能改善异固酮缺乏的问题。以下是使用瑞士起司以达到最大肌肉保存效果的具体方法。在睡前正好30分钟使用2盎司约60克的熟成瑞士起司。必须是真正的瑞士起司，如埃文达、埃曼塔或格瑞尔格耶，而非加工起司片。请寻找熟成至少4个月的起司，熟成时间越长，含有的有益化合物越多。温度也非常重要，使用前请让起司在室温下放置20分钟。冰冷的起司较难消化，可能会干扰睡眠。室温下的起司还会释放更多芳香化合物，触发消化酶的分泌。根据法国关于起司摄取的研究，这能将蛋白质吸收率提高 25%。如果您想将效果最大化，可以搭配5到6颗红葡萄。葡萄皮中的白藜芦醇 resveratrol 能增加肌肉的胰岛素敏感性，帮助将氨基酸运送到肌肉细胞中。乔治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起司与葡萄的组合比单独吃起司能额外增加 15% 的夜间肌肉蛋白质合成。葡萄中的天然糖分极少，不足以干扰睡眠，但足以优化营养吸收。有些人担心睡前吃起司会有饱和脂肪的问题，请别担心。瑞士起司中的脂肪实际上能在睡眠中帮助制造异固酮和生长激素。对于乳糖不耐症的人来说，熟成瑞士起司其实是最佳选择之一。熟成过程几乎分解了所有的乳糖。熟成超过6个月的瑞士起司，每份含有的乳糖少于 0.1 克，这基本上等于0。即使是严重乳糖不耐的人，通常也能毫无问题地享用熟成瑞士起司。您刚刚看过了7种经临床证实能对抗老化相关肌肉流失的最强效睡前食物。很有可能您的医生从未跟您提过这些资讯，所以今晚请从中选择一种开始尝试。您不需要彻底改变生活，不需要昂贵的药粉，也不需要累人的健身房课程。您只需要在肌肉进行最重要工作，也就是在睡眠中重建时给予他们支持。现在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有哪一种食物是您曾在晚上尝试过，并且帮助您睡得更好，或在早晨感觉更强壮的？这7种食物中，您今晚最想尝试哪一种？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每一则留言，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建议。感谢您的关注，祝您健康强壮。